向请教早，欢迎收看今仔日5月初2台记台早起新闻，我是柯兴竹。新闻一开始，咱来关心一年一届宗教的大代志，这是白沙屯妈祖进香11点25分的时已经起驾，要开始10天9暝的北港进香行程。今年有将近33万个香灯卡去报名参加，这是比去年加出将近15万人。总统赖清德嘛头家以总统的身份去现场赴妈祖出新坎，也来台中市长卢秀燕嘛有头家参与妈祖起驾。一年一变的宗教大代志，白沙屯妈祖进香，初一暗11点25分起驾。白沙屯供天宫四周边是人挤人，各地信徒规家伙仔，有的带囡仔，有的牵猫狗做阵来朝圣。今年经过跋杯，全程10天9限，不过去的时阵是36点钟久急行军，估计伫初三中昼进前就要到北港。总统赖清德暗时8点10分来到供天宫，赴阮神妈祖出神龛。地上供召天佑牌匾，并且献牌匾。台中市长卢秀燕是伫暗时10点20分到位，伊是第一遍参加，希望大家唔通伤过敏感。讲进前真侪人邀请，今年是正拄好时间会用配合，因两个拢祈求妈祖保佑台湾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。真侪人初一中昼就来到位，要缀这顶粉红超跑。可能去行到万里，再坐车咯，因为直行军。确实是咱这有会的人哦，较无法度。就累了就上车这样子，嘿，就尽量走，能走就尽量走这样。庙方讲行程拢是半杯妈祖决定，这边行程的特色是去紧，转来慢，对香灯卡的体力甲脚力拢是正大的考验。白沙屯的进香无固定的时间甲路线，咱上短捌6天来回，上长捌12天来回，哦，这每一年拢无共款嘿。今年的三圣杯吼，就是拄啊好是2天的时间。庙方也会用香灯卡加信徒，才会自己的体力。民俗学者是讲，这几年参加的人数愈来愈多，表示妈祖的信仰有愈来愈扩大，也提醒信徒才会遵守莫忘乱叫灯相关的禁忌，也阁有维护家己的安全，互行程会当顺利圆满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